各位乡亲大家好，又到我哋天通嘅时间，我是今晡日要教大家来训练嘅先生阿凯。等一下要教大家来做嘅係我哋肌肉同我哋力量嘅训练哦。等一下向下停頓先生来做哦。今晡日要教大家练嘅係腳嘅動作哦。開始訓練之前，我哋要先做3個熱身嘅動作。第一個。我哋嘅腳抬起來，拔上去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做你4倍哦，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。20，好，要慢。第一個動作做起來，我哋要揾第二個動作哦。等一下，我哋屈下去，手將腳踮高，看我哋嘅手向一邊壓上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壓上去嘅時節縮起。用下來的時節，頭起、縮起、頭起、縮起、頭起、縮起、頭起，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也係我哋第二個熱身嘅動作哦。等下要揾第3個動作。等下面體內空，手向兩邊打開來，手唇切，用下來，唇切嘅時節，縮起，頭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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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縮起，頭起，縮起，頭起，我哋做呢4擺哦。縮起，頭起，縮起，頭起，換3擺，17。19、20，做起，慢慢放來落去。等一下，我哋要開始做我哋訓練嘅動作哦。等一下，強用面體內空，
拿一根矮点的保特瓶，并你的肚丝蛋糕做的时节，你的师傅向蛋糕顺风来，绑线停一下，慢慢下来，安尼算一摆哦。开始诶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慢慢变下来。放气的时节，吐气下来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。好，换3个哦，18、19、20。也如迄个的，第1个动作，第2个动作，我就用一只脚来做，用来做咧，做的时节，我哋唔是拿保特瓶的，脚让天内方，一只脚顺直，用一只脚，师傅抬风来，1。慢慢变，2、3、4、5，做4遍哦。放落的时节吐气，下落的时节吸气，吐气，吸气。吐气，吸气，换一摆哦。吐气，吸气，好，一边做迄个弯片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也係外地。第1同第2嘅動作，第3嘅動作係拿保特瓶，做嘅時節，手柄腳嘅頭前，一隻腳，讓後背向用背囊綁線，師傅向後背送出去。起風來，1、2、3，下氣的時節吸氣，風來的時節吐氣，吸氣，吐氣，吸氣，吐氣。換2擺哦，1、
呢，好，弯脚，一，慢慢走路好诶哦，呢，三，四，下去的时节，缩起，跳起，缩起，跳起，缩起，跳起，翻2摆哦，一，二，也如係我哋訓練嘅神嘅動作，等下要做我哋嘅數槽嘅動作哦。第一個動作，坐定嘅方，腳抬起來，向頭前拍下去，差唔多4秒，一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彎腳，拍下去，一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多教大家嘅動作，大家要學會冇？等下停頓線上來學新嘅動作哦。開始訓練之前，我哋要先做3個熱身嘅動作。第一個，我哋嘅腳抬起來，拔上去，一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也係我哋第一個熱身嘅動作哦。也嘛要揾第二個動作嘅。等下做嘅時節，俯下去，手向腳襠高，先看一隻手，壓上去，慢慢啊變下來，彎片壓上去，變下來。好，一隻腳我哋要做10擺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壓上去嘅時節，縮起，下來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縮起，
跳鱼，索鱼，跳鱼，18、19、20。也如係我哋第2個動作哦，等下要揾第3個動作。我哋面體內風，手向兩邊打開來，手唇齒放下來，唇齒放下來，唇齒的時節索氣，下來的時節跳氣，索氣。跳氣，索氣，跳氣，索氣，跳氣。我哋會做呢4擺哦，索氣，跳氣，換4擺哦，17、18、19。20，好，慢慢放來如何誒？等下呢，我開始來做我哋都市嘅動作嘅哦。第1個動作，我哋係面體內風，一隻手放體內風，腳唇齒。你嘅身體咧，唔好放體內風哦，沉風來。另一隻手向當個壓風來，看頭前，安尼。身體放輕，我哋做20秒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身體放輕，愛索氣、跳氣、索氣、跳氣、索氣、跳氣。3、2、1，放下來，好，我哋穩片嘅哦。中央腳唇齒，手沉體內風，身體唔好放體內風哦。放輕向當個，一隻手向當個，索氣。跳氣，索氣，跳氣，同樣做20秒哦。索氣，跳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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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換5秒哦。5、4、3、2、1。也係我哋第1個動作，等下要揾第2個動作哦。先拿一個寶特瓶，做嘅時節面體內風，拿個寶特瓶用呢減緊一片，放來嘅時節，你個頭莫按你放來哦，你個頭豎頓，你個胸膛放來如何？1，慢慢下去，2，莫太急哦，3、4，放來嘅時節跳起，下去嘅時節索起，7、
8、9、10、11，慢慢做，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好，做的时间，无你咧花，可以用的做咧。明下来，树都无拿保特瓶的哦。树用咧脚蛋糕，向咧切条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也如係我哋基本嘅訓練嘅動作哦。等一下我來做我哋數槽嘅動作。第一個動作，用面體來放，數唇齒向頭前，兩隻腳唇齒，蛋糕一隻腳向頭前來，蛋糕一隻手向後背。打開來，另一隻手用嘅切條蛋糕，後拿看後背，安尼10秒，6、7、8、9、10，慢慢歸來，穩片做哦。用面體來放，腳先唇齒，數唇齒，蛋糕一隻腳向頭前，蛋糕一隻手向後背向下去，另一隻手向切條蛋糕，縮起，頭起，縮起，頭起。縮起，頭起，還2秒，1、2，回來。等一下，字面嘅一個動作係拍體內放，手向體內放，身體向上，向蛋糕。縮起，頭起，縮起，頭起，縮起，頭起，還2秒哦，縮起，頭起。原本呢教大家嘅動作，大家有學會冇？記得明日向下臀線上來運動哦，我嘅身體、精神，我會越來越好哦。停通，我哋下次見。